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国家統計局公布了4月份這個樓市成交情況，也就是說4月份的成績單又公布了。我們來一起看一看所謂的小陽春到底成色如何。這個5月14號，央行的這個社融數據已經打了小陽春的臉啊，證明沒有什麼小陽春。那麼我們再看看統計局數字，說明什麼呢？5月18號，國家統計局發布2026年4月份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。大家可以自己到國家統計局官網上去看，但是我覺得也沒有必要，因為你看的都是表，但是這個雲裡霧裡的還得自己分析。我們可以一起看一下媒體報道。先說環比，就是4月份跟3月份比，又分新房和二手房這麼個順序，先環比完了再同比。環比裡面先聊新房，再聊二手房。新房裡面先聊1、2、3、4線城市，這麼一個順序。2020年4月份呢，70個大中城市中，1線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，2、3線城市環比降幅收窄或與上月相同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和持平的城市個數比上月增加。1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 0.1%， 就4月份比3月份1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是漲了 0.1%， 漲幅比上月回落 0.1個百分點，比3月份還少漲了 0.1個百分點。其中上海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上漲 0.4%、0.1% 和 0.1%， 而北京呢，那就獨樹一幟，北京的新房4月份環比是下降的，降了 0.2%。 70個大中城市中，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或持平城市共有21個，比上月增加5個。有很多人說，那你看房價漲了，其實不是，這個房價漲不漲不要看新房價格，新房價格降了那是真降，漲了不一定是真漲。我們一直在講這個事，因為現在這個新房叫第4代住宅，得房率你買100平的，你到手是120平，而且現在各種促銷，什麼送車位、送物業費、送這個送那個，你房價感覺好像它沒降，漲了，但是它送的東西就多了，得到的房子又大了，所以你到底是房價漲了還是跌了不知道。不过房價跌了那是真跌，漲了不是真漲，就是新房價格就這麼個事。那北京環比還跌了 0.2%， 那是真跌。那其他地方漲了 0.1%， 那不一定。你比如上海新房價格一直漲，為什麼？因為它成交的占大頭的是豪宅，30萬一平的，2個億一套的，那玩意賣一套就頂上你在這個外環外賣10套20套。所以我說新房價格這麼個特點。所以說即便這樣環比，新房價格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亮眼的地方，反而北京還真降了。這個是1線城市。那麼2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下降 0.1%， 降幅比上個月收窄了 0.1個百分點。3線城市呢，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3%， 降幅跟上個月相同。也就是你看1線城市新房北京在降的，上海、深圳、廣州沒怎麼降，略漲 0.1%。 那2線城市都在下降，只是降幅比上個月稍微好點。3線城市呢就不裝了，跟上個月一樣的下降。新房那你環比這是好了嗎？這是小陽春嗎？那麼再看二手房，1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 0.4%， 二手房價格那是比較有參考意義的，漲幅與上月相同。其中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上漲 0.4%、0.7% 和 0.2% 和 0.3%， 也就是二手房4月份的價格還環比略漲了一點，比3月份。2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2%， 2線城市就不行了，二手房就開始降了，降幅跟上月相同。3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3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0.1個百分點。70個大中城市中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和持平，共有16個，比上月減少1個。也就是1線城市的二手房價格環比略漲了一點，2線、3線二手住房環比都是下降。那也就是我們總結一下，2線城市、3線城市，無論是新房還是二手房，都在下降。唯一能說還可以聊的，那就是1線城市
新房、二手房環比略有那么点起色。再看同比更吓人了，同比的耳光打的就更响了。同比方面，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2.1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0.1个百分点。我说了，新房价格下降那是真下降。同比无论是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这个一线城市啊，下降了 2.1%。具体4个城市，上海是涨了 3.7%， 北京、广州、深圳分別下降 2.3%、4.4% 和 5.3%。深圳的新房同比下降 5.3%。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價格同比下降 3.3%， 降幅與上月相同。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 4.1%， 降幅擴大 0.1個百分點，也就是環比降幅在擴大。同比跟去年4月份比，降幅在擴大。新房裡面同比只有上海一家奇葩，上海今年的4月份的比去年4月份還漲了。同比這個都是豪宅日光盤立下的汗馬功勞。除了上海，其他所有的城市新房的同比都是在下降。簡單點說，去年4月份，如果你沒有買上海豪宅30萬一平的房子，你隨便買的什麼其他新房，現在已經賠了，少則2個點，多則4個點、5個點，就這麼個事。那二手房那就更慘了，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 6.8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0.6個百分點。其中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 7.4%、5.6%、7.9% 和 6.5%。二三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下降 5.9% 和 6.3%， 降幅分別收窄 0.3個百分點和 0.1個百分點。也就是二手房同比4月份的二手房跟去年4月份相比，所有的城市，管你是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，還是說什麼合肥二線城市，還是什麼安慶這種3線、4線城市，還是縣城，統統都在下降。也就是去年所謂的小陽春，你要在上海買了一套房300萬的，你現在不好意思啊，已經賠了6個點，300萬6個點18萬沒了。這一年你能賺到18萬嗎？對吧？你捫心自問一下，這一年你就是在上海買的，上海是最，去年也是小陽春，去年沒錯，去年也是小陽春，也是各種一頓吹，又是不買來不及了，再上不了車了。去年如果去年你被媒體一忽悠，你買了300萬也不多，剛需好。你今年4月份你已經賠了18萬，就是上海，那其他地方賠的更多，什麼北京你大概是賠了24萬，廣州也是賠24萬，深圳大概賠22萬，就這一年啊，這就是你為媒體吹的這個小陽春做出的貢獻。國家統計局給的數字就是這麼個數字，把統計局的70個大中城市房地產銷售情況和央行的社融數據把它結合起來看，你就知道這個小陽春媒體在放大。我不知道房地產專家、經濟學家要怎麼解釋這個事，又得辛苦他們，下一次又得再穩一次，拐點又到了。我們得出結論，只有上海這麼一個城市是個奇葩，新房、二手房環比都在漲，新房是上海是同比也在漲，就這麼一個奇葩。他那個豪宅30萬一平，你拿他沒辦法。也就是這個馬化騰的收入在漲，那你說能說你的收入也在漲嗎？但是你把你們倆一加一除，那都是真漲了，就這麼個邏輯。那整體的1到4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那更是慘不忍睹。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字，1到4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23969億元，同比下降 13.7%。其中住宅投資18464億元，下降 13%。1到4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屋施工面積545116萬平方米，就54億平米，同比下降 12%。其中住宅施工37.8億平米，下降 12.5%。房屋新開工面積13900平方米，萬平方米，下降 22%。其中住宅新開工面積10057萬平方米，下降 24%。房屋竣工面積11886萬平方米，下降 24%。其中住房竣工面積8473萬平米，下降 25.8%。你這簡單點說，也就是新房子越來越少了，蓋的你蓋的越來越多，庫存越大，賣不掉。目前的庫存夠你賣3年，就是你3年不蓋房子，這麼多庫存的夠你賣的。何況每年還有新的房子在蓋好，庫存的壓力還是很大。我們一直說時間不站在房價上漲的這一邊，為什麼人口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下降，結婚在減少，新生兒在減少。有一個自媒體叫數據夠，經過他測算，他那個數據就更嚇人了。
2020年4月份，他說我国70个大中城市里有33个城市二手房價格低於2010年。70個大中城市，將近一半的城市啊，它的房價已經回到了2010年了。那什麼意思？也就是說，意味着如果你是2010年以後買的房，你肯定是賠錢的。如果是2009年買的，2008年買的，說不定你還是賠錢。為什麼？你要算上銀行利息，你不賠錢嗎？二手房價格低於2010年的城市數量，3月份是33個，2月份是32個。那也就是說，2月份的時候還是32個城市回到了2010年，到了3月份就變成33個，4月份還是33個。所以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，還有其他的數字，包括央行公布的社融數據，我們有個大概的印象，也就是目前所謂的小陽春，恐怕也就是一線城市在3月份、4月份還有二手房稍微有點活躍，都是被逼的。小孩要上學，我在以前節目也說過了，這些人明年一定會後悔，後年也會後悔，也不用說，肯定會後悔。除非那種消費的，就是我就是有300萬，我就是有這麼多錢，我不在乎漲跌，我漲了我也高興，不漲跌了我也不在乎，這種人無所謂。那些咬牙切齒七大姑八大姨借錢，然後在銀行貸款按揭上車，打着為孩子好的旗號的這些人，明年一定會哭爹喊娘，因為學區房這些正在瓦解，學區房的溢價正在逐漸消失。你看去年小陽春買的房子的人現在已經賠了，上海都能賠個6%，北京將近8%呀，什麼概念啊？這一年8%，300萬，你想想一年能賺這麼多錢嗎？所以一線城市這些房子好歹還有成交，2線、3線、4線城市也就不要想了，只有慢慢下跌這麼一條路。越來越多的城市啊會像鶴崗一樣，這個就不用再討論了，不用再爭了。從央行公布的數字已經很無誤的已經指明了這一點。如果現在還看不明白這一點，還在聽那些中介忽悠，那些炒房的那些什麼媒體，還想去買房，靠買房來改變你的命運，靠買房來升值。我也不能說沒有，靠買房升值的人，你只能買上海那個30萬一套的房子吧。韭菜能買得起的房子，你不要老想着升值了，只有住的功能，老老實實的調整觀念，調整思想，放下一切幻想，勇敢的面對現實，接受現實。那就是我們能看得上的房子，我們能買得起的房子，它只有住的功能，後面說不定還要暴跌。那些幻想着政府出個什麼大招，房價就穩着了，房價往上漲，我們就可以不勞而獲，你買8套房你就可以躺在那兒不動了。你說怎麼可能？這叫修昔底德陷阱。國家都已經說了要避免這種情況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這個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每個人得到你躺平了，讓你起來幹，你得幹活，捲不動也得捲。你說我買幾套房出租，我就不用上班了，那大家都這麼想，對吧？然後我買隻股票，我也不用上班了，就坐那兒財富自由了，大家都這麼想。那誰去送外賣？誰去開網約車？誰負重前行？這都是不切實際的，是吧？這些人想法從根子上就錯了。所以還在幻想着通過把房價推起來讓大家什麼怎麼樣，這個想法是錯誤的。房子慢慢的在國民經濟中它就慢慢的在往下走，重要性越來越低了。這個住的功能，我們再看一個買學區房的現在就悲慘的故事啊，就是為了買學區房。80後的房貸絕境，越秀學位老破小，350萬買入跌至150萬，我供不動了，孩子還占着學位，這叫慘，賣還賣不掉。為啥？學位還被他孩子占着，你沒有學位，你學區房賣誰接呢？賣的再便宜人都不要。作為一個踩着80後尾巴的普通人，我從沒有想過這輩子會被一套房子逼到進退兩難的絕境。當年掏空6個錢包，咬牙花350萬買下廣州越秀這套老破小，不是為了住得多舒服，純粹是為了孩子的學位。越秀的學區資源是我們普通家庭能給孩子拼到最好起點。為了這個學位，我們接受了房子破舊的裝修、狹窄的樓道、毫無採光的戶型，接受了遠超自身收入的月供，背上了長達30年的房貸，滿心以為這是為孩子未來做的最值得投資，是一個家庭穩穩的歸宿。剛買房那幾年，哪怕每個月工資一到賬就全部扔進房貸，哪怕節衣縮食，不敢逛街，不敢生病，不敢有任何額外開銷，哪怕每天累到極致，
只要想到孩子能在這裡上學，能擁有更好的教育資源，就覺得一切都能扛過去。我們勤勤懇懇工作，小心翼翼生活，生怕丟了工作，生怕有一點意外，那全身都是軟肋，拼盡全力維繫着這份看似安穩的生活，只盼着慢慢把貸款還清，看着孩子長大。可現實給了我狠狠一擊。不過短短幾年，樓市風雲突變，這套當初搶着買的學位老破小，房價直接腰斬，如今市場價值只剩150萬，連當初買入價的一半都不到。350萬的房子縮水200萬，這是我們夫妻10幾年不吃不喝都攒不下來的錢，是我們全部的積蓄，是父母一輩子的養老錢，全都砸在了裡面，瞬間化為泡影。但是這個時候你要想一下，这個學位，你孩子在那上學，你當初目的不就讓他在那上學嗎？目的達到了，但是不曾想你買的是房子貶值了，是吧？更絕望的是，不是我想止損就能止損。如今別說350萬，就算掛150萬，看房的人都寥寥無幾，根本無人問津。房子徹底砸在手裡，想賣賣不掉，想拋拋不出，而每個月上萬元的月供卻像一座大山，壓得我喘不過氣。這2年行業不景氣，收入大幅縮水，疫情留下的經濟壓力，日常的家庭開支，孩子的教育花銷，老人的醫藥費，每一筆都像重錘敲打着本就緊繃的生活。以前咬咬牙能承擔的月供，現在變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我真的供不動了。每個月臨近還款日，整夜睡不着覺，翻遍所有銀行卡湊月供，四處借錢碰壁，那種無力感和焦慮感能把人徹底吞噬。這個時候也只能想一想孩子的學習，如果孩子學習出類拔萃，那還覺得值；如果孩子整抑鬱了，那你說這叫戴維斯雙殺，是不是這樣？如果小孩整抑鬱了，不就是戴維斯雙杀嗎？我有一個哥們，本來孩子就在上学，通州的，他能量大，一通這個操作猛如虎，把孩子整到景山小學，大家知道，那都是什麼人在那裡上學？他倒是在那上學都不貴，學費都一樣。但是他那附近租房，反正这2萬一個月，那個時候就是房租1年都得30萬，他沒買，還可以，是租的。最主要是孩子3、4年一下來，說整的不快樂，抑鬱，每天悶悶不樂，學習也跟不上，沒有自信，跟小時候完全不一樣。你說圖啥？這個作者說，我不是沒想過斷供，可身邊的人教訓，銀行的告知，讓我不敢邁出這一步。斷供就會被起訴，房產被法拍，法拍價更低，最後不僅房子沒了，首付和這麼多年的月供全部打水漂，還要倒欠銀行一筆錢，徵信徹底拉黑，成為失信人，一輩子都抬不起頭。可讓我兩難的是，從來不是房子貶值，不是月供壓力，而是孩子正在占用這套房子的學位。孩子剛上小學，正是需要穩定學習的關鍵時期，一旦賣房斷供搬離這裡，孩子的學位就會受到影響，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教育資源說沒就沒。我們當初拼盡全力買這套房，初衷就是為了孩子的教育，如今如果因為房子放棄孩子的學業，那這麼多年的堅持，所有付出到底還有什麼意義？一邊是徹底資不抵債，賣不掉也供不起的房子，是隨時會崩盤的家庭財務，一邊是孩子不能耽誤的學業，是我們當初傾盡所有想要守護的未來。我每天都在煎熬中掙扎，繼續供，收入跟不上，早晚還是會撐不下去，只會越陷越深，最後拖垮整個家庭，甚至連累父母，放棄孩子房子，孩子的學位沒了，違背了買房的初心，耽誤了孩子的學業。作為父母，我滿心愧疚，根本無法狠心做出這個決定。看着眼前這套破舊卻承載了全家希望的房子，看着孩子天真懵懂的笑臉，我無數次問自己，為什麼努力生活，為孩子拼搏的80後會落得如此境地？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，只是想給孩子一個好的起點，只是想有一個安穩的家，卻被這套學位房困在了絕境裡。這就是高位接盤人的這個處境，這就是認知決定了命運了。我沒有經歷過，永遠不懂這種進退維谷的痛苦。賣捨不得孩子學位，供扛不住沉重的月供，斷供輸不起家庭的未來，進無路可走，退無處可去，只能在這套貶值的老破小裡守着孩子的學位，
眼睜睜看着自己被房貸一點點拖垮，找不到任何一條出路。這是一個普通的80後被學位房困住的真實絕境，沒有詩和遠方，只有眼前數不清的無奈、掙扎和看不到頭的迷茫。這個就是一個靠槓桿上位的小馬拉大車的這麼一個典型，而且小馬拉大車拉的還是一個學位房，打着給孩子上学的名義的，是把這個槓桿拉到最滿，弦繃得最緊，所以他經不起一點風吹草动。不要說2021年買的老婆小，你就是去年買的，剛才已經说了，你就是去年在上海最火的上海上车買的学位房，你现在不好意思，已經跌了6%了。這還是在專家說拐點到了，穩住了，還是在這個各大媒體、央視炒房的中介說這個樓市上漲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你還跌了6%，你找誰說理去？明年你在這基礎上還得跌個6%，就這麼下降，這還是不加速的情況下，你還得跌6%，這還是上海啊，其他地方的更別提了，對吧？這是最好的上海。所以我做節目一直說啊，今年如果被忽悠上車的那些什么打着為孩子上學、貸款買房的，明年又得哭。我們看看上海截止到5月17號，這5月份的17天已經賣了14186套，平均一天800套，顯然比這個4月份低，比3月份更低。也就是它在下降過程中啊，鼓了一個包，隆起，那個包現在要下去了。至於北京，其他地方就不用提了，已經叫塵埃落定，已經喧囂，已經沒有了。近日，深圳貝殼研究院發布最新監測數據。深圳不是5一之前搞了一個新政嘛，429新政，叫放開限購啊，就是鬆綁。那麼正好實施滿15天，從4月30號到5月14號，深圳新房市場明顯回暖，全市新房認購量較新政前15天大幅增長56%，市場信心持續回升。此輪新房回暖呈現明顯的區域分化特徵，非核心區表現更為突出。非核心區新房認購量環比增長60%，顯著高於核心區33%的增幅。深圳貝殼研究院院長肖小平分析，這一現象主要是剛需如剛改需求的政策帶動下加速入市，同時部分需求受核心區高總價影響，逐步向外圍板塊外溢，帶動非核心區成交快速放量。他強調，價格方面同樣呈現區域差異。新政後15天，深圳新房套均總價達到458萬元，環比上漲9%，其中核心區套均總價由839萬元升至877萬元，漲幅5%；非核心區套均總價從364萬元上漲至406萬元，漲幅達到12%，明顯高於全市及核心區的水平。怎麼說？差不多這個藥效就過去了，15天了，往後也就回歸原來的軌道。今年趁着這個政策上車的，明年恐怕又要開始抱怨了。好，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會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。謝謝大家。